國的總統川普明仔載就要訪問中國，美國講台灣將會是川習會討論的議題之一。川普本人嘛來證實，會甲習近平討論到賣武器予台灣等等相關的議題。川普嘛講，伊無認為中國會武力侵犯台灣。I don't think it'll happen. I think we'll be fine.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川習會要舉行啊！美國總統川普伫11表示講，伊無認為中國會以武力犯台，伊嘛講會甲習近平討論到對台軍售相關的問題。President Xi would like us not to, and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川普當時嘛證實講會甲習近平講到互關起來一團門的創辦人李志英。People would like him out, and I'd like to see him get out too. So I'll bring him up again. 兩個對中國來講，攏是真敏感的話題，會方提出來講，國家會真關心川普會安怎處理，特別是台灣的部分。之前有美國智庫學者提醒講，無論川普佇川習會講什麼，中國攏可能提來統戰。And then they will use every tool available for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United Front, all the rest, to use that as a tool to undermine Taiwan's morale and confidence. 美聯社報講，某國內外的政治學者分析講，台灣會當5萬的上好的狀態，就是台灣無被公開討論，也是以上細程度被講到。因為川普尚無意識到台灣在美國經濟成長扮演的角色，所以講伊對台政策可能未改變。川習會另外一個焦點是，什麼人會甲川普做伙去？北京的官員對路透社講，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蘋果執行長庫克、波音執行長奧特伯格等等科技甲金融界大佬攏榜上有名。其中這個馬斯克被認為講是甲川普好好啊。Vera Rubin。民進黨中無看到本來風聲的輝達執行長黃仁勳甲其他晶片的頭人，有消息人士講，主要是因為北京更加想要針對金融、農業甲航空等等貿易相關的領域。Hello， 我是莊慧琪，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